献诗，我们邀请金轮教会诗班来为我们献诗。在鼓楼、芳寮、竹坑的弟兄姐妹心中，金轮教会一直都是我们最亲近的家人。每次到重要的时刻，我们总会看到他们的身影，为我们付出的帮助。今天更是这样的时刻，所以我们特别邀请金轮教会诗班为我们献唱2首诗歌。第一首《敬拜你》，第二首《永永远远》。生命。
金门教会诗班为我们带来的献诗，非常的感动，也非常的澎湃，也非常的鼓励着我们主恳祈祷所的弟兄姐妹。也非常谢谢我们这些亲爱的家人们，总是会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，就像我们献堂礼的时候，给我们最大的暖跟鼓励以及帮助。我们谢谢金门教会诗班。献诗，接下来我们邀请大木区联合诗班为我们献诗。大木区联合诗班由竹坑、枋寮、潮州、鼓楼4间教会及祈祷所组成。弟兄姐妹凭着愿做的心，一起聚集练诗赞美神。今天要献上2首诗歌，第一首《神开路》，第2首《真耶稣教会》。愿神带领竹坑祈祷所在竹坑地区的福音事工，都能由神亲自的开路，将我们真耶稣教会的福音传扬在这个世界上。
基督。
谢谢大牧区联合诗班为我们带来的献诗。那我们的联合诗班也叫做悦灵诗班，就是喜悦的灵养。因为我们都是凭着愿做的心，一起来到牧区的诗班里面来一起练诗敬拜神。所以虽然我们的练习时间不是很充裕，但是大家在认识的过程当中都非常的存着这个愿做的心，所以我们都是很开心的在练诗的这个诗班。所以谢谢我们的悦灵诗班。